我昨天那个我们在做的那个是什么动作？波布里，瓦布里。波布里，咩古达路，布布lengan buli na la po buli me la ka taru sangan pu bulangan ku miara ku ya amal gun talu guru ga kawe sabu bulangan talu guru ga na me kuning was kadur sa salwa na la ya 用国语怎么讲？所以这个因为完全是用原住民适用的一个方式。第二根呢，就是我们从前面那个梁，我们看第一根那个叫 waging， 第二根呢为什么叫沙乱？沙乱呢就是以前说是弄那个小孩子的摇篮所以他们就讲说沙乱最上面那个呢是达鲁咕噜馆，那就是最高的屋顶就叫达鲁咕噜馆。好，谢谢。